翻嚟第二節嘅東張西望嗱，近日咧天氣反覆啊，天文台就預料咧下個星期初嘅氣温又是會降到去14度左右啦，所以大家記得要保暖，特別屋企嘅小朋友咧，又或者長者啊。嗱，上節咧就同大家介紹過啦，專為長者而設嘅富貴長者屋，但係原來咧入住老人院咧都一樣可以住得好富貴㗎喎。入住安老院，好多人耍手擰頭，不過其實住安老院都可以有充足嘅私人空間，又有園林靚景，仲有貼身跟進，條件只要係你負擔得起。1、2、3，嘿！緊握拳頭，1、2、3、4。早上9點半，呢一間私營安老院安排院友喺大廳做早操。大廳地方算大，院友有足夠空間活動。有咁大嘅地方，係因為呢一間係單棟式嘅老人院，一共有4層，不過只有68間房，數目絕對唔多。呢一度分單人、雙人、3人同埋4人房，最低消費就係月費16000左右嘅4人房啦。呢度咧就係院舍嘅4人房啦，睇落咧都幾闊落㗎喎，有成472尺㗎。咁顧名思咧就係4人房就係4張床咯，咁床與床之間咧都有4、5個身位㗎。另外睇下啲咩設備啦，就有電視啦，仲咧每個人咧都有個獨立嘅櫃桶啦，同埋衣櫃嘅。至於大家咧最關心咧就係個私隱度啦，咁啊同一般咧私家醫院咧同埋私家院舍一樣，係用簾嚟分隔嘅。成間房咧只有2張床咧係近窗口㗎。如果想要窗口位咧，每個月就要加200蚊。嗰陣時係咪價錢都會考慮嘅原因嚟㗎？係啊，係啊，嚇，一般都唔想嗰個開支太大嘛。點解唔揀單人房啊，或者少啲人啊？咁啊唔使一個人爆咁大間房做咩啊？同埋仲有一樣嘢咧，佢大部分時間唔喺房嘅，咁住一間仲住一個人住同喺4個人房冇咩大分別係咪？呢一類貴價老人院大概佔整體市場5% 左右，入住嘅老人家數目通常唔會太多，所以宿位密度唔會好高。咁我哋人手比例咧，其實咧我哋係1:4到1:8嘅可以去到。咁點樣去定咧？就係因應嗰個院友嗰個嘅照顧嘅程度啦。如果照顧度越高，我人手比例亦都越高嘅。咁啊人手嚟講咧，一定係佔一定嘅開支㗎啦。香港現時約有708間老人院，私營嘅有400幾間。宿位佔咗市場70%。據業內人士所講，院費8000蚊以下屬於平價，8000至15000左右就屬於中價，15000蚊以上屬於貴價。就好似呢間咁，都屬於貴價老人院。呢一間咧係單人房，大概有100尺㗎，有獨立洗手間啦，有儲物櫃，亦都有電視㗎。講到單人房，最重要嘅係私隱啦。我而家有同事咧出邊，我叫佢叫下我名，睇聽唔聽到先。哇，都幾應聲嘅喎。不過呢間房咧有個特色，就係個露台嘅，都幾闊㗎，有30尺到啦。不過至於景觀係點咧，我坐喺度睇下先。哦，就得樓景同埋樹景啫。空間多啲，當然錢又要俾多啲啦。呢一間蓮花園嘅單人房，每個月院費成為21000蚊。點解會揀單人房嘅，而唔揀嗰啲3人房啊、4人房咁樣啊？我怕嘈啊，所以我中意靜，我就中意，所以我一人房。但係貴好多喎，有冇諗過減輕仔仔嘅負擔啊？佢出得起嘅咁，佢認為冇所謂咁咪住落嚟咯。咁個腳冇喐喎，腳唔喐，你拉住手先，拉繩啦，拉繩。呢類型老人院同埋私家醫院嘅運作模式相似，雜費好多，每一項額外嘅服務都要收費，好似物理治療咁。以前咧有物理治療師咧就幫我睇住我點樣做，咁啊要俾錢，一個星期5日就做一次就30分鐘，就一個月就600蚊。婆婆，醫生嚟同你檢查身體啊！好啊。永福係咪啊？係啊。係你好啊，我潘醫生啊。哦，潘醫生。咁今日咧嚟幫你做翻個身體檢查嘅，1年1次。要睇醫生，當然要付額外費用。另外要收費嘅仲有唔少項目，例如新入住嘅老人家要俾一次性嘅行政費800蚊，每年4至10月仲會徵收冷氣費，每個月250蚊，尿片費每個月1440，陪診又要另外收費。
需要奶粉或者營養奶都要一筆費用，再加埋單人房每個月嘅院費21,000蚊，埋單計數大概要成26,000幾蚊啊！雖然價錢唔平，但係呢類型嘅老人院仍然有市場。就等於好似公屋、居屋、私家樓啊，你公營房屋係咪普羅市民最基層嗰班，佢冇首期，佢買唔到樓嘅情況底下咧，佢咪選擇公屋咯，佢排隊咯。咁有少少嘅經濟能力嘅，我選擇居屋咯。如果自己嘅能力更加好嘅，有首期，我買私家樓咯。要因應你自己嗰個經濟能力去選擇。而家嘅老人家更加注重私人空間，所以有啲老人院定位低密度住宿，好似呢一間咁，有3層宿位，其中絕大部分係單人房，有21間咁多，只有3間3人房，6間4人房。單人房大概100尺左右，一入門口有個儲物櫃連洗手盆，床邊有個大嘅組合櫃，用可以升降嘅電動床。有獨立洗手間浴室，仲附設一個露台，可以種下花，望下出面嘅樹景同埋花園。Hi，媽咪，你好嗎？你好嗎？咩啊？呢度嘅院費大概幾多度啊？佢呢個私人房咧就大概係差唔多4萬蚊一個月。咁有啲醫療費，即係佢每日都做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，嗰度就係萬零蚊啦。咁有啲雜費啊、買片啊、奶粉啊嗰啲咁樣加埋，我諗6萬左右啦。喺你自己角度，其實你覺得會唔會都係貴啊？如果幾兄弟夾份咁都 OK， 俾得起嘅話，你當然想俾父母親即係最好嘅生活質素。而家可能傾向有一啲朋友就同佢屋企裏邊嘅長輩咧，揀一個可能私人空間多啲啊、私隱多一啲嘅一個嘅居住嘅地方啦。第二個咧就係一站式嗰個照顧，咁就變咗唔同嗰個嘅團隊喺一個地點裏邊咧。萬一個長輩係需要一啲唔同嘅照顧嘅時候咧，就唔需要舟車勞頓。睇完咁豪嘅安老院，你會點樣選擇呢？